露露，等一下，露露，等一下，露露，等一下，先出去。现在才来的人先出去啊！你倒霉了，今天主持刚好是我，竟然给我现在才到。第一次演戏就是唯一的一次了。就派。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！我们今晚拍一出最好看的电影，叫做《当男人恋爱时》。由邱泽轩宁主演的台式浪漫爱情电影《当男人恋爱时》举行首映，包括导演殷正豪、金奖级配角南狗、钟欣凌等主要演员都出席。后面就很多哭戏的。拜托，唔好走！你对我的好，我拢会记的。这个名好甲无好，浩廷或者浩伟田，真正是就拍戏呗。是说邱泽在片中跟首次演戏的露露有激烈床戏。不同的露露那个床戏是真的蛮紧绷的。第一个露露第一次演戏，然后她的焦虑其实大家都感觉是，可是她非常用心，她的剧本是写满笔记的。2、3场写满笔记，对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觉得什么？用心，用心。2、3场就写一堆这样。对，然后他就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？他欠多少人设，还把他人设写得很完整。哇，露露啊，你哥哥阿翔跟你学了个袂大字，讲了半天你人嘞？露露，等一下，露露，等一下。露露，等一下，先出去。现在才来的人先出去啊！你倒霉了，今天主持刚好是我，竟然给我现在才到。第一次演戏就是唯一的一次了，我告诉你，一次就成永远。怎样？刚刚在忙什么？大热门关我们屁事啊！我们电影花了几千万，你一个大热门录影可以迟到。等一下，还没，我们还没忙完。来，演员先靠近一点，拍一张没有露露的合照。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喂，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再弯一点，没有。原本运再弯就看到 New Bra 了。话说你在片中为了床戏大露美背，有答应他说，如果破亿的话，可能从背面要转正面，所以我今天有带了一个拉链可以拉开的，所以随时邱泽都可以拉。你有问过人家邱泽愿意吗？当然人家嘛，还有猛加心理。他拢差一点嘛，你要回家多一档。这是规矩才规啊！好，你假头发哈。Hello， 我是钟欣凌，我在里头饰演就是蔡姐，她其实是一个蔡妈妈互助会，讲起来很好听，但其实就是一个在菜市场里头会去借人家钱跟讨债的大姐，然后下面有一票小弟。她对我而言其实没有到平起平坐，但是其实我也是尊敬她，因为她可以帮我解决最多事情。有一场戏很有趣，他要离开这个工作环境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我那么疼爱的老弟，你居然为了谈恋爱，然后背叛我这个阿静，我其实是会吃醋的。然后天长得漂漂亮亮的，身材又很不爽。然后你起码是个超这样。就我最近又看上一个包啊。是当那边拍骨头当的呀。真的就是开心那人说耶，跟邱泽演戏耶。可接下来就 no 完蛋了，用这个很 local 台语来讲，就洗一品哎呀，然后头发就算烫快了，但是他展现他自己的自信，就觉得我今晚你偷看啊，然后演戏也是晚辈，床戏更是晚辈，做全身去角质，果酸焕肤。我觉得阿成就是一个照顾妹妹的哥哥，然后他知道我有困难。然后 OK， 我是要还那个很小我唔丢，可是有时候会抽一些钱给我，就是要直接处理干什么，直接到底，然后到底完之后，他会这样抓一下我的手，他知道我很紧张，你做了袂歹，或是 you did a good job 这种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我是演阿成爸爸这个司机。这个成爸跟他成对话会比较巧妙，用骂的来关心对方。我是杨静。我在《当男人恋爱时》里面饰演的是徐明仪，对她外表看起来很坚强，但其实是装出来的。你就非常可离婚，讲这种就是找人性格快。一般都有这番性格，那用他处理啊。我是蓝伟华，这一次演的是叫大文，他在戏里面其实就爱讲大声，较浮夸，咱台湾讲恶吧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这个小弟敢若感觉伊拢无咧做工。规工去外口浪榴莲安尼，念梦念，不过伊嘛是爱这个小弟。希望大家呢
可以进电影院看看这个很可爱的戏，叫做《当男人恋爱时》。你搞我出来，一次一格，涂满免还。冤家相欠债，讨钱也讨爱。只要吃饭就可以了吧？还有一项上重要的啦，那个啦。邱泽、徐伟宁，4月1日，《当男人恋爱时》。